你可能以為自己懶啦，但其實你只係受傷得太深啦。逃避型人格背後啦，並唔係性格問題，而係你嘅心咧曾經學會咗表達情緒會受傷，所以最好唔好講啦。情緒逃避通常同3樣嘢有關。第一，童年被忽視過啦，你細個講唔舒服冇人理啦，講傷心叫你唔好喊，講需求叫你識體諒，慢慢你就學識咗我講感受就等於麻煩人，所以長大之後咧，你乾脆選擇乜都唔講。第二，表達情緒咧曾經換嚟批評或者羞辱，你試過勇敢開口㗎，講真話啦，講需求啦，講委屈，但換嚟嘅係你咁小事都頂唔住，你太敏感啦。於是你嘅大腦就開始記住咗，避免衝突就等於比較安全。第三，你太怕失去關係，逃避型嘅人睇落好冷靜，但其實係最驚失去、最驚衝突嘅人，因為你嘅內心深處知道，只要講出真實嘅自己，有可能咧就會被人嫌棄、被人拒絕，甚至乎離開你。所以你選擇逃避唔係因為你唔成熟，而係因為你一個人捱咗太耐啦，你嘅心咧一直缺乏安全感。你有冇中到其中一點啊？有句話不妨喺下邊留言一個我字。